余家球毒殺案，教授老公完美殺妻計劃，天真女枉死真相全面睇，一氧化碳余家球，兩條人命，高智商教授精心設計嘅邪惡殺局終極曝光。大家好，歡迎返到嚟我嘅頻道。今日要同大家深入探討煽轟動全港嘅離奇命案，就係西貢余家球毒氣殺人事件。雖然唔少朋友都聽過呢單案，但當中嘅細節同埋個教授點樣精心佈局，可能你哋都未必完全清楚。我哋會從多角度剖析呢單案，等大家能夠全面理解成件事嘅來龍去脈。話說2015年5月22日，香港西貢嘅一條路邊停咗架黃色 Mini Cooper 私家車，入面坐住47歲嘅黃秀芬同佢16歲嘅囡許麗玲，兩個好似瞓住咗咁，靜靜咁坐喺車入面，唯獨剩返個水撥仲喺度左右撥緊。一個跑緊步嘅路人3次經過架車，終於覺得唔對路而報咗警。呢個睇落平靜嘅畫面背後，就係單轟動全港嘅余家球毒氣殺人案。你哋點都估唔到，背後嘅兇手竟然係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嘅前副教授許金山，一個理應救死扶傷嘅醫學專家。許金山案發時53歲，係麻醉科醫生。離奇命案現場，一架停喺路邊嘅私家車，打破咗西貢一向嘅寧靜。2015年5月22號下晝，許金山嘅老婆黃秀芬同次女許麗玲被發現喺私家車內昏迷不醒，兩個人被送去醫院後，證實死於一氧化碳中毒。現場畫面睇落平靜，但處處透住古怪，車內母女好似只係瞓住咗，但個水撥就唔停咁撥。更奇怪嘅係，當時明明冇落雨，但水撥一直喺度左右撥。呢單離奇命案即刻引起警方高度關注。一氧化碳從邊度嚟？點解車內只有母女2人中毒？警方首先懷疑架車本身有一氧化碳洩漏問題，但經過仔細檢查後，排除咗呢個可能性。跟住，警方喺車尾箱發現咗一個余家球，但初步檢測冇發現到一氧化碳殘留。單案一度陷入僵局，成為當時嘅懸案。案件突破性發展，警方轉變調查方向，開始追查一氧化碳嘅來源。調查發現，喺案發前冇幾耐，許金山曾經吩咐過助理周浩橋購買高純度嘅一氧化碳，仲寄到許金山工作嘅醫院。更加關鍵嘅係，周浩橋作供話，喺案發前2日，佢親眼見到許金山向余家球入面注入一氧化碳。得到呢個重要線索後，警方即刻拉咗許金山。不過，面對警方質問，許金山就死都唔認謀殺指控。佢聲稱買一氧化碳係為咗做醫學研究，將一氧化碳注入余家球就係為咗滅鼠。佢仲暗示可能係個女因為抑鬱問題，自己將余家球放入車內揾短見。牽強嘅辯解理由，許金山作為香港麻醉科嘅權威專家，提出用一氧化碳滅鼠嘅說法，真係令人難以置信。一個醫學專家唔用常規滅鼠方法，反而揀對人體極度危險嘅一氧化碳，呢個解釋喺警方睇嚟實在太牽強。更何況佢家中保姆作證話，嗰段時間屋企根本就冇出現過老鼠。許金山仲聲稱自己使用一氧化碳進行研究，旨在探索治療一氧化碳中毒嘅方法，但承認未經倫理委員會許可進行動物實驗。控方專家隨後指出，許金山聲稱嘅呢項研究並無新嘅臨床價值。不過，由於當時缺乏直接證據，加上許金山有不在場證明，警方只能夠先放咗佢。案件直到2017年，即係案發2年後，先至有重大突破。警方喺許金山屋企抽屜發現咗一個余家球氣山，呢個成為指證許金山嘅重要物證。此外，警方透過對黃秀芬同許麗玲身邊人嘅查問，都冇發現兩個人有自殺意圖。事實上，黃秀芬之前仲同朋友約定咗一齊去法國旅行，殺人動機逐漸浮現。隨住調查深入，
許金山嘅殺人動機逐漸浮現出嚟。許金山同老婆黃秀芬結婚之後，生咗3個女1個仔。黃秀芬早年曾經喺英國做護士，婚後辭職專心照顧家庭。表面睇，呢個係一個幸福嘅學術界精英家庭。不過，許金山其實同佢嘅博士學生李詠儀發展咗婚外情。喺案發前大約1年，黃秀芬曾經提出離婚，但係俾許金山拒絕咗。黃秀芬最初發現丈夫婚外情時，曾努力挽回，甚至花費2萬多美元報讀課程，學習如何釋放壓力、積極生活。可惜呢啲努力都無法挽救婚姻。如果離婚，財產點樣分就成為許金山關心嘅問題。許金山同黃秀芬聯名擁有7個村屋，所有物業嘅總市值超過5000萬。如果2個人離婚，黃秀芬有權分走1半物業，但係許金山只係願意俾1/6佢。更加關鍵嘅係，黃秀芬喺海外買咗幾份保險，受益人全部都係許金山，其中1份賠償金額仲高達507萬。如果黃秀芬死咗，所有嘅樓同財產都會歸許金山所有。喺咁大嘅利益誘惑下，許金山選擇咗鋌而走險、精心設計嘅殺妻計劃。許金山身為麻醉專家，好熟一氧化碳嘅特性，於是就精心設計咗呢場殺妻案。一氧化碳係一種無色無味嘅氣體，吸入過量會與紅血球中嘅血紅蛋白結合，形成碳氧血紅蛋白，阻礙血液吸收氧氣，嚴重時可致命。佢揀落雨日作案，因為佢預料喺呢種天氣下，車內嘅人好大機會唔會開窗。咁樣，一氧化碳喺密封空間內嘅濃度就會更加高，致命效果更加強。許金山嘅原計劃係等老婆揸車時因為一氧化碳中毒而瞓住，導致駕車失控撞毀，製造一宗交通意外身亡嘅假象。不過計劃出現咗偏差，黃秀芬覺得唔舒服之後，用最後幾秒鐘嘅清醒時間將架車停咗喺路邊。呢個舉動令到許金山嘅計劃唔能夠完全得逞，但係都導致咗無辜嘅2女許麗玲一齊冇咗條命。案發當日，許金山曾經多次叮囑2女一定要留喺屋企做功課，仲叫老婆要確保個女一定要留喺屋企。由此可見，許麗玲嘅死亡並唔喺許金山嘅原計劃之內。曲折嘅司法過程。2018年，許金山嘅案件喺香港高等法院開審，5男4女組成嘅陪審團退庭商議約7個鐘之後，一致裁定許金山2項謀殺罪成立。法官張慧玲依例判處許金山終身監禁。法官判刑時話：對許金山咁高學歷同咁成功嘅男人，深謀遠慮殺害老婆感到好震驚。佢表示，無論被告做嘅實驗係咪煙幕，事實係被告將邪惡、冇色冇味嘅純一氧化碳儲喺個波入面，同放咗上車尾箱。不過案件並冇隨住許金山被判刑而畫上句號。許金山唔服判決，首先上訴至高等法院，但係被駁回。佢跟住上訴至特區終審法院。2023年，終審法院頒下判詞，認為原審法官喺涉案關鍵證物瑜伽球氣山嘅問題上，引導陪審團時出現錯誤。終審法院指出，原審法官冇提醒陪審團，並冇證據證明許金山書房抽屜入面嘅氣山同車內瑜伽球有任何關聯，因此終審法院裁定許金山上訴得直，撤銷對佢嘅定罪，並下令案件發還重審。案件最終重審。2025年1月14號，許金山殺妻女案喺高等法院進行重審。4男3女組成嘅陪審團退庭商議近4個鐘之後，一致裁定許金山2項謀殺罪名成立。許金山喺成個過程中表現平靜，唔作求情。法官祁燕輝依例判處許金山終身監禁。宣判之後，法官特別多謝陪審團連日嘅參與，指出單案審期長而且證據複雜，各人可以終身豁免擔任陪審員。
希望佢哋從中理解陪審團制度對香港司法嘅重要。法官祁燕輝在引導陪審團時，更引用咗小說福爾摩斯嘅名言：排除所有不可能，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也一定是真相。佢指示陪審團，即使認為用瑜伽球殺人是不可能的事，但若認定許金山將瑜伽球放在車上，便要裁定許金山罪成。許金山在自辯時曾強調，用一氧化碳殺人係愚蠢嘅方法，因為無法清除一氧化碳嘅痕跡，而且好多人都知道佢用一氧化碳進行實驗，好容易被人追蹤到。佢反問，作為一個科學家，點解會選擇咁愚蠢嘅方法殺人？案件細節同埋關鍵證據，呢件案有幾個關鍵細節值得我哋深入探討。首先，許金山與李詠儀嘅婚外情始於2004年，當時許金山係李詠儀嘅博士論文導師，呢段關係持續多年，甚至喺案發後仍然維持。其次，警方調查發現，許金山係以做實驗為由，花費上萬美元買咗6.8立方米嘅高純度一氧化碳，並將呢啲一氧化碳沖入2個瑜伽球入面帶返屋企。第三，案發當日，許金山掹咗呢2個瑜伽球嘅氣栓，偷偷放咗喺老婆專用車嘅車尾箱入面，但佢萬萬冇諗到，二女兒許麗玲呢日居然冇去返學，跟住黃秀芬嘅車出咗門。第四，法醫檢查發現2人係因吸入過多一氧化碳而死，但初期調查中，警方無法找到令佢哋致命嘅一氧化碳究竟喺邊度嚟。第五，一氧化碳係全球中毒案中嘅頭號殺手，亦常見於本港嘅自殺案。若空氣流通或只吸取少量一氧化碳，其實傷害唔大，但如果處於密封嘅環境，空氣中含量達至0.1%，就已經構成危險約達1%水平，更可以喺幾分鐘內致命。社會迴響同反思。喺法庭外面，呢單案引起社會各界嘅廣泛討論。許金山俾囚車押走嗰陣，用一本自製嘅反光簿抱咗女子嘅練習簿遮住塊面。呢張鋁質包裝紙據稱嚟自還押犯可以食嘅香蔥薄餅包裝。沙田警區助理指揮官陳恩喺2018年裁決後話，呢單案涉及法學同醫學專業知識，案件複雜，但係探員鍥而不捨追查近3年，同獲得本地大學嘅專家協助，疑犯最終被判終身監禁，證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有探員回憶，案發當日，許金山接到妻女死訊後趕到醫院，只係攬住個女屍體喊，但係冇睇過老婆遺體一眼。呢個古怪嘅行為，當時就已經引起咗探員嘅懷疑。更有一位警員喺案發當日已對許金山起疑，原因在於許金山喺急症室只攬住女兒嘅遺體痛哭，但冇理過妻子遺體，而且喺落口供嗰陣就不時批評老婆。案件帶嚟嘅社會啟示，許金山單案唔單止係一單個別刑事案件，更加帶嚟深遠嘅社會啟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嘅醫學專家，點解會淪為冷血殺手？許金山作為香港麻醉科嘅權威醫生，月薪可以高達8萬，就算分俾前妻一半財產，憑佢嘅專業能力，幾年內都可以賺返嚟。不過喺貪念嘅驅使下，佢選擇咗鋌而走險。更加諷刺嘅係，佢冇運用專業知識去治病救人，反而將佢變成咗殺人嘅工具。咁樣令我哋不禁思考，高智商同高學歷並唔等於高尚嘅品德。呢單案都暴露咗親密關係中嘅黑暗面。當感情退咗色，利益計算成為主導時，人性中最醜陋嘅一面可能會暴露無遺。許金山案同近年多單引起社會關注嘅親密關係罪案一樣，令人不禁反思人與人之間嘅信任基礎究竟應該建立喺邊度？一氧化碳中毒嘅過程其實非常痛苦，中毒者會處於雖然有意識，但係四肢無法動彈嘅狀態。許金山作為麻醉科專家，肯定深知呢一點，
但仍然揀用呢種方式對待佢曾經同床共枕嘅老婆，真係令人心寒。案件嘅深層次思考，當我哋深入思考呢單案，會發現佢帶嚟更多深層次嘅問題。首先，高學歷犯罪究竟有幾可怕？許金山利用佢嘅專業知識犯案，幾乎製造咗一場完美犯罪。如果唔係警方鍥而不捨追查，可能真係會俾佢逍遙法外。其次，我哋嘅教育係咪過分側重知識傳授，而忽略咗品德教育？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嘅人，竟然為咗金錢同利益，可以做出咁冷血嘅行為，係咪反映咗教育制度某啲缺失？第三，婚姻關係中，當感情不在，點樣理性處理財產分配同埋子女撫養問題？許金山因為唔想分一半財產俾前妻，就選擇極端手段。呢種思想係咪反映咗社會中某啲價值觀嘅扭曲？第四，專業人士嘅道德操守應該點樣保障？許金山作為醫生，本應恪守希波克拉底誓言，但係為咗個人利益，竟然將醫學知識用嚟犯案，令人震驚。最後，我哋嘅司法制度係咪足以應對高智商犯罪？許金山案歷經近10年，多次上訴同重審，雖然最終正義得到伸張，但係過程漫長而曲折。法院門外，許金山用自製嘅反光布遮住塊面，避開媒體嘅鏡頭。不過，法律嘅審判唔會因為身份嘅尊貴或者手段嘅隱蔽而缺席。從案發到最終判決，歷經近10年，許金山最終都係要喺監獄度過餘生。呢單案終於畫上句號，但係留俾我哋嘅思考同啟示就會長久存在。其實諗深一層，呢件案除咗係一單謀殺案之外，係咪都反映咗我哋社會某啲更深層次嘅問題？當一個人擁有咗知識同地位之後，係咪就會忘記咗做人最基本嘅道德同良知？面對利益同感情嘅衝突，你哋又會點樣選擇？當教育只係培養專業能力而忽略品德培養，會唔會製造更多好似許金山咁嘅高智商罪犯？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哋嘅諗法。鍾意我頻道嘅朋友，請訂閱頻道、按讚、留言同分享，多謝支持。